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迄天，国情甲阮知己的通电话。国情啊，我知啦，恁知己的。就伫北部电台做节目，做甲真出名。下晡时啊时段，迄个阿国啊，甲你讲一个讲，对，阮讲国的。我讲吼，兄哥啊，我呢足久无去找你坐啊，无吼明仔载安尼泡2泡啊茶请我好无？当你是来要创啥？着北港庙壁啦。啥叫北港庙壁？这典故才袂旧，就刻仔话。阿公兄无爱互我去，有伊的音单，小等下我才来说明。我来讲一句北港庙壁，伊煞笑出来，讲我知啦，国情啊，北港庙壁就刻仔话要互你接。北港的庙出名就是妈祖庙，庙壁拢为啥？你敢知？就是为先啦。公兄问讲国情啊，你要来创啥？我讲吼，着北港庙壁要来招你为先。为先是在台湾话咧讲的，就是谈天说皇帝，开讲就对啊。老辈就讲为先啊。结果公兄无爱互我去啦，讲我吼近来吼头壳痛，是安那咧头壳痛，煞唔知影吼，因为急头壳要做节目，困眠不足，我即马吼是妈祖游街啦。公兄，你讲这原来是客家话呢？对，典故接下句的，迄若妈祖游街，甲北港庙壁了有牵连呢？对，国情嘛会晓甲答啊，我知啦。你即马着一日也无眠，3日着蛇神。妈祖游街就是讲做蛇神，有影哩？妈祖婆出去伫咧赢，出去伫咧游街，安尼就是神刚出去咧洗，安尼叫做蛇神。人若无眠，头壳晕，讲我做蛇神。毋过我甲讲国兄，安尼国情啊吼，摕一泡啊，即个养生茶来请你，明仔载一定要见面。结果我真正过两工去到伊的办公厅，煞一个无熟悉的查某囡仔坐伫伊边啊。我讲国兄，恁牵手都毋是生做安尼咧，当这啥人？伊讲这吼西公落地啊啦，这有咱典故接下句讲对答的，讲日客仔话。西公落地啊要答啥？你敢知？西公央咧共做法，落地啊内底吟出来，胡啊你！我知啦，国兄，这就正恁地胡啊，对吼？西公落地啊，内底就地胡啊，地胡啊就是小弟的牵手，毋则讲做地胡啊。所以我甲阿公啊两个讲俏谈，讲话跋肚，用这个客家话编一个小小的故事，甲你互相探讨。台湾民间识这个话人，实在头壳有够好啦。